今日講一個好熱門嘅話題，就係油價。近日大家都知道中東打緊仗，市場就十分恐慌啦。俗語有云，有危先有機嘅。咁點樣可以做到別人恐懼我貪婪呢？我自己就十分之貪婪，就建立咗一個收取10萬蚊美金期權金嘅策略。咁所以想分享俾大家，咁等大家睇下我究竟可唔可以順利收取到，定係走上呢個爆倉之路呢？咁大家而家睇到呢個就係我真實嘅倉位，就大概30萬美金左右嘅。咁我最主要收取期權金嘅部分，就係對於呢個 USO 做一個叫做 short strangle 嘅策略嘅。首先講下咩叫 USO，咁我哋打開佢張圖表睇下。USO 就代表美國原油 ETF，佢負責追蹤就係 WTI 原油基準價錢嘅。大家可能經常都聽到布蘭特原油、WTI 原油，咁兩者有咩分別呢？簡單啲嚟講，就可以話美國以外嘅地方大部分都用布蘭特原油呢個油價標準嘅，而喺美國本土多數都用翻佢哋嘅 WTI 油價標準。對於想參與石油買賣嘅投資者，當然就係邊度交易量高、流通量高就走去邊度，所以我就揀咗 USO。咁自從戰爭爆發以嚟，咁 USO 講緊每日平均嘅成交量係去到40-50億美金。另外就講下咩叫 short strike 策略，咁打翻開其實就係一個 short put 啦、short call 啦。咁我自己就揀咗100蚊 put 同埋170蚊 call 嘅。咁個到期日係1個月之後啦。咁另外我有一個長期少少就去到6月份嘅。咁點解我要做呢個 short strangle 嘅策略呢？咁主要因為佢 IV 衝到十分之高，咁所以收取到嘅期權金亦都係十分之豐厚。我哋而家嚟睇一睇 USO 一啲期權嘅資訊啦。戰爭爆發之後，佢嘅 IV 係一度衝上155嘅。咁我自己買嗰啲期權個 IV 大概120到130，其實個期權金都係十分之豐厚嘅。因為如果佢平時冇戰爭嘅話，佢嘅 IV 係得20到30左右。咁我用呢一個作為例子，可能會比較清楚少少。咁當時我買呢一個期權出去，咁收取咗就大概15蚊嘅期權金啦。咁總共買咗9個期權出去嘅。咁而每一個期權其實係代表100股，所以每一個期權我收取嘅期權金就係1500蚊。咁總共9個嘅話就係13500蚊。咩情況我哋會完全收取到呢13500蚊美金嘅期權金呢？咁我哋打開呢個策略睇一睇，咁佢就係4月17日到期嘅。咁響呢一日，如果 USO 係介乎100同埋170蚊之間，咁我哋係完全可以收取到呢一筆13500蚊嘅期權金。WSO 大概乘翻0.8就等於翻個 WTI 油價。換句話說，喺呢個4月17號，如果呢個 WTI 油價係響80到136嘅呢，咁我哋就會收取成筆嘅期權金㗎啦。如果大家有留意到，其實我呢一個期權係已經喺呢一刻賺緊7000蚊美金左右。咁因為我賣出去嗰陣時候，個 IV 係到達130，咁經過幾日嘅震盪，個 IV 其實已經得返94，所以個期權嘅價值已經係大幅下跌。咁點解我會揀170呢個價錢呢？咁就係基於我對油價嘅一個判斷。頭先有講過 USO 乘翻大概0.8就等於 WTI 嘅價錢。咁呢度100蚊咁轉換翻就等於WTI 80蚊。如果再扣埋個期權金，其實我個盈虧平衡點就大概落喺69蚊嘅 WTI 油價。換句話說，只要個油價唔低於69蚊，咁我呢啲期權都係賺錢嘅。咁69蚊其實就講緊係戰爭爆發前嗰個價錢嚟嘅。
所以講緊呢幾個月有冇機會就個油價係翻去好快咁翻去之前呢？個油價喺短時間之內跌翻去60幾，我諗就得一個情況，就係伊朗喺呢幾個禮拜之內同美國、以色列達成協議，咁個霍爾木茲海峽就完全恢復正常。第二個情況就係美國就派出艦隊去護航，咁打通翻個霍爾木茲海峽，咁個油價都會回落。但係你話會唔會回翻去60幾就未必，因為始終都仲有個風險溢價，所以相信喺呢個情況個油價可能都仲維持喺80以上。咁第三個情況就係呢個 IEA 國際能源組織繼續釋放呢啲戰略儲備啦。咁大家有睇新聞都知係最近釋放咗4億桶嘅原油，但係4億桶聽上嚟好多。咁如果照翻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缺口，佢係每日缺緊1500萬桶㗎。咁所以4億嘅話，只不過係可以塞住1個月呢個缺口。就算有呢啲戰略儲備做一個緩衝，咁其實呢啲戰略石油儲備通常都埋喺一啲好深嘅地方，可能喺地底600米到2000米嘅一啲叫做鹽洞去保存嘅。要拎翻出嚟就要用個泵啦，抽翻出嚟再運輸翻出去嘅。咁變相個摩擦成本其實都多20到30美金，所以你話個油價其實都唔會跌翻落去60幾，都可能維持翻響80蚊到90蚊，即使係有呢啲戰略儲備做一個緩衝。所以我覺得 USO 100蚊買 put 係一個相對比較安全嘅界線。另外睇翻170蚊嘅部分，咁轉翻油價係大概136蚊，咁扣除翻個期權金，個盈虧平衡點係去到147蚊左右。個油價有冇機會就飆到上140蚊以上呢？咁我哋睇翻啲歷史數據。從最近期嘅俄烏戰爭就係2022年嘅，咁當時嘅油價最高位只不過係飆到130蚊左右就回落翻㗎啦。而歷史上我哋最高位就係147蚊，就已經去到08年金融海嘯之前。咁嗰陣時就唔係因為戰爭，係一啲綜合嘅原因啦。我覺得今次衝突如果要個油價飆上140蚊以上嘅話，咁就要伊朗繼續完全封鎖呢個霍爾木茲海峽，係持續3個月以上啦。又或者更加激進嘅話，佢就攻擊埋鄰近國家嘅油田，就好似沙特阿拉伯嘅油田。但係而家都聽到有一啲緩和嘅跡象，就係伊朗容許一啲叫做友好嘅國家啦，就可以同佢申請就繼續通行呢個霍爾木茲海峽，就好似印度同埋中國嘅。即使個油價去到140蚊，其實歷史上都係維持好比較短暫嘅時間，因為去到咁高嘅油價已經係到達一個叫做自我摧毀嘅價錢，因為已經影響到一啲實質嘅經濟活動。就好似去旅行，如果個燃油附加費已經係3-4倍咁起，咁就會減低咗大部分人嘅消費嘅意欲。所以我 short call 嘅部分大部分都係落響呢個油價140蚊盈虧平衡點度。咁呢個世界總有啲嘢你係估唔到，就係所謂嘅黑天鵝啦。咁當個油價真係飆上150甚至去到200，咁呢部分我哋都要考慮埋。咁通常我收呢度10萬蚊嘅期權金，就會攞大概1/6，就係萬零蚊去買一個保險嘅。咁我買保險嘅地方通常都係一個 VIX 嘅 call 啦，就係一個恐慌指數。咁因為大家想象下個油價去到200，咁個恐慌指數可能都會飆到50-60。咁呢個時候，咁呢個 VIX call 就發揮呢個保住個倉嘅作用。另外，我會揾唔同嘅資產做多方面嘅對沖，減少翻我成個倉位嘅風險嘅。咁有呢個標普嘅期指啦，咁我就賣出咗細期指3張。
咁另外我 sell put 就一啲優質嘅航空公司，就好似 United Airline 啊。咁我哋嘅倉位點樣做一個多方面嘅平衡呢？咁其實而家呢個年代就好方便，因為我哋有 AI 就係一個好厲害嘅精算師，佢會教埋你點樣去對沖幾多。咁當然最後需要你自己嘅判斷啦，咁令到個倉位點樣係達到最平衡嘅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一度，我每個禮拜都會更新翻我嘅倉位最新嘅情況，同埋如果我有新嘅策略都會分享翻俾大家知道。咁希望我呢個倉位唔會瞬間就爆咗，即使係爆咗我都會分享翻話俾大家知點解會爆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